咧播8點檔的演員布子順昨傳出講，因為得血癌，46歲就過身啊，業界哀悼，也擱再引起外界對血癌的討論。拍開演員布子順的賣獎專業，最後一篇公開的答文，也擱留佇宣傳家己頭一屆參加，甚至也擱未付播出的電視節目。我剛請問你剛去哪裡玩？我們沒有出去，我們剛剛在外面很認真的工作。對，這外面風很大，千萬要小心。回顧布子順的演藝生涯，早期有咧搬公司的戲劇，而且以軍旅劇新兵日記撐起來。真儕當來佇8點檔大戲當中，攏會當看到伊演戲陪伴觀眾的形影。今天要去看電影，當然把車擦漂亮一點。經紀公司證實，布子順頂日仔拄結束國外度假的行程，初七煞熊袂喘氣，閣無心跳，緊急送病醫了後，也是拼袂過急性血癌快速的發病，宣告不治，食到46歲。血癌的病人通常，我們看到的是大多數病人他發病都相當的突然，可能在幾個月之內就會從完全正常一直到就是出現癌細胞，那到發生很嚴重的問題。台灣癌症基金會表示，這種血癌又閣會當分做急性甲慢性。台灣得血癌的人一冬有1100個，發病的人數有逐冬增加的趨勢。因為早期症頭無介明顯，若準身體有貧血、發燒、腎豆豆，也是烏青等等一般急性的症頭，就要提高警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